接下来我来看的是今日的客家100内的报道，我同大家小解的是一个运动是跆拳道，跆拳道是来自韩国，在台湾发展了45年，也向宋朝本国军讲是极强的一个战技，佢讲求佢一个反应同速度，佢所适合体现美国太杂的东方人，也多年来也有许多客家系的选手发光发热，受到注意，从台湾的客家肢体做模样，2004年拿到亚丁奥运的金牌。那我苗栗有一个托脚教练钟建福，伊在地方上点点的耕耘跆拳运动，培养出的选手，在伊那印度的比赛已经16.8喎，没打响的客人的名声。2004年亚丁奥运强项，沿照中华民国国旗歌。而家对讨厌客家中来嘅後生人，同男子組58公斤級嘅比賽度，踢讓各國選手拿到金牌。佢是九木匠。從頒獎台頂太陽顯出來，用出2年嘅改變。再頭討厭平行世界嘅九木匠，自細時候跆拳。反正佢先受流力係佢弱點，不過因為佢較愛寫，變做係清晰佢嘅素材，所以來到高中了後，將有表現機會。1998年世界青少年杯16歲嘅九木匠，第一擺拿到國際賽嘅銀牌。嗰時係後生人起泡泡，是看人較忙，但是呢到國訓中心了後，陳志安、黃志雄嚟到前輩，展現出來嘅大將之風，對佢有靜態嘅影響。他們不會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，他們會親自去做，然後帶着你做，然後他們在指導你的時候，也是會用很多方式。那我就覺得哇，他們這種就是我要學習的地方，因為我做不到。對了後，九木匠更加強解，更加認真嘅去學。從國際比賽上表現未當大年，到04年亞丁奧運拿到金牌，受到大家肯定，喺年紀內拿到台灣健行嘅封號。其實真正在國際上啊，比我耀眼成績的人還是有很多啦。對，像美國的一個羅培茲啊，大陸的陳忠啊，還有一個伊朗的哈迪，那他們都在這個奧運都拿過2次的金牌。無後生時節起泡泡嘅獎，實加添一份強火。九木匠經超越自家，雖然從08年北京奧運冇拿到金牌。但是佢決定認隊做教練。未到2021年8月就個進修，吸收國外嘅跆拳道經驗，來培育更加多嘅後生選手。覺得自己還有很多像語言啊，如果可以充實自己的話，那我可以跟不同國家的選手教練去交流，那我覺得這樣對國家會更有幫助。他會攻擊你，你不看他，他就踢你啦。強款港員跆拳道運動嘅係有一屆苗栗條款嘅鍾建富教練。拿高來射，把高度拿到你頭那個高度哈，來。家庭苦將同跆拳道順來隨意，人講佢係班級教練嘅鍾建富，團派造腳係12年前車禍流落嘅傷病，但是本期想係放棄人生。事情都賭到啊，尤其安尼練武嘅人，安尼既然本身就搞好生咧。我健運啊，遇到乜個困難做唔得，我跌到我出企唔起來，因為唔係辦法。直到烏卡人係有好高嘅天數，重新起起來嘅鍾建富，雖然佢冇法度親身示範腳步嘅動作，但是佢用腳同手來教，未用苦將來做教鞭。哎，他的毛病跟你差不多，你注意看，你在這個角度看他的重心。他這隻腳是他的支撐點，這是中心點，這前面這裡是他的攻擊點。汰換脾性，辛苦做10倍，用教練係只用愛心來教選手，大家動作都嚴格要求。從中教練嘅世界度，是有3萬嘅苦練，同比賽嘅細節全力以赴，將係打贏比賽嘅成功方法。有佢嘅好生嘅，有個個人榮譽。面子問題，面子輕鬆的。
硬的面子输的皮，所以讲双重，安尼做切面骨去打面骨去边，让到让对手行赢的，可能行，让行利，让经理，因为让到大家准冲。民进党也分坚持，其带领嘅中南海球国小，头前度嘅大赛已经系连赢16年嚟，中高联行上继续挑战17连霸。跆拳道对南韩传到台湾差不多半个世纪，对剑击连续比赛和普及做传统，以及普及普嘅推广过程，丰富台湾嘅武术文化。另外，像係蔣建福、蔣夢孃以及老言論界跆拳高手，唔單止同跆拳道底擺堅持到底，從事禮貌、講求平等嘅內涵發揚出來，到體壇行嘅好成就，未會抗議正功用。客家新聞李建佑、廖啟正綜合報道。